么不能么？阿母阿咪父母把他们做家给都呀。可当面我做，这老真忙了么？用靠米人们多，叫米人们多啦，这老真忙哎。哥，阿那可以改呢？哎呦，爸爸，那我爸呢？当然了哇。那当初养出来人家都太忙了，要改我养那个道了。切，我找人俺了，后面真无样找嘞。这边那个？人家并没有让你咋好那个。有些有人养完到安排嘞。哎，对对哦。侬嘞听我不知道安排的嘞。啥放错？我瞧侬人泄露着。他是要干别么差不多。